今集一齊快問快答，15運會由廣東、香港同澳門共同承辦。咁其中香港會舉辦咩項目呢？劍擊同籃球。鐵人3項、場地單車、劍擊、劍擊、fencing、劍擊。今屆有8個競賽項目同埋1個群眾賽事活動，安排喺香港賽區上演。除咗劍擊、鐵人3項同埋場地單車之外，仲有高爾夫球、男子手球、7人欖球、沙灘排球同埋男子籃球22歲以下組。而群眾賽事活動就有保齡球，分佈喺6個場地，其中新落成嘅啟德體育園會進行最多項目，包括7人欖球喺可以容納5萬名觀眾嘅主場館上演。啟德體藝館就會舉行劍擊同男子手球，保齡球就安排喺保齡球中心進行。而香港體育館上演男子籃球22歲以下組比賽，場地單車就喺香港單車館進行。高爾夫球比賽地點安排喺粉嶺球場，而鐵人3項就喺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同埋維多利亞講座賽。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沙灘排球，